歡迎光臨香港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落客區、客務中心、香港站其他樓層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落客區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便可到達落客區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使用升降機前往商店層、機場快線大堂、東涌線大堂或中環站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便可到達該升降機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再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